午間新聞專輯，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。今日係10月28號星期二，呢一節午間新聞專輯由姚間主持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樓價指數升1.3%，係18個月以嚟最大嘅單月升幅。今年嘅樓價由跌轉升。詳細嘅新聞內容，本港樓價保持升勢，反映二手樓價嘅差估署私人住宅樓價指數9月升1.3%，創18個月以嚟最大嘅單月升幅。而今年以嚟，本港樓價由跌轉升1.1%。有分析指，整體樓市氣氛轉好，第四季利好消息較多，預計全年樓價升大約4%。李子晴報導。本港樓價保持升軌，反映二手樓價嘅差估署私人住宅樓價指數9月份報292.5，按月升1.3%，係連續6個月保持平穩或者上升。9月份嘅升幅亦都創18個月以嚟嘅最大單月升幅。今年以嚟樓價由跌轉升1.1%。面積431平方尺以下嘅細單位樓價按月升1.4%，其中港島區樓價升不足0.1%，平均售價約540萬；九龍升4.8%，平均售價477萬；新界區樓價升3.7%，平均售價451萬。而1000平方尺以上嘅大單位樓價按月升約1.4%。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話：9月份整體樓市氣氛有好轉，加上股市暢旺同埋市民減息前繼續趁低入市，帶動9月嘅樓價有較大嘅按月升幅。佢話睇好第四季樓市，預計全年樓價升約4%。第四季都係睇好嘅，即係各方面嘅因素都係維持良好啦，包括即係依家嗰個中美貿談個進展都係理想啊，大家都樂觀嘅。再加上第四季仲有2次嘅減息機會啦，初步估計啦，如果第四季每個月平均按月升幅又都各有1% 嘅話呢，咁即係第四季有機會再升多3% 啦，咁即係拉翻勻啦，加埋全年估計嘅樓價有機會升大約4% 咯，今年。至於租金指數亦都連升10個月，差估署私人住宅租金指數9月份報200，按月升0.2%，創歷嚟第2高嘅水平，同2019年8月最高峰只係相差0.1點。陳海潮話：雖然10月份唔係傳統租務旺季，但係各項人才計劃持續帶動租務需求，租金升幅會維持升勢。預計10月份租金指數有機會創歷史新高。商業電台記者李子晴報道。